圣神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会当享受进入你圣殿，得到平静。主愿将阮的心，将阮的灵，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接纳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伫你的圣殿敬拜的欢喜。主求你甲阮拍开圣殿的门，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伫今仔夜暗这段时间，会当甲主你的圣神来亲近你，听阮祈祷。主，阮来敬拜你，主，阮来敬拜你。主，互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担着你圣殿的福分，将敬拜的甘甜放伫阮的心，帮助阮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用诗歌来做咱的祈祷，咱进入上帝的圣殿，咱来亲近咱的主。
主，阮来敬拜你，主，阮来尊重你至圣的名。来敬拜，来阿乐，来尊重主名，对。
世到永远，伊拢无改变。来敬拜，来求求，上帝上有光。来敬拜，来阿乐主耶稣生命。敬拜，来阿乐，来尊重主名，从今世到永远，伊总无改变。来敬拜，来求求，上帝有光。伊为着我的罪，定是伫十架，流出伊宝血，为我主我担来到，你是阮无做证。就是我命，主我要搁有你生命，你答应我永远，主就是你了
亲爱的姊妹，咱来用诗篇100篇来做咱的祈祷。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顶着欢喜的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，顶着知耶和华是上帝。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。也是伊草场的羊，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乐入伊的院，就感谢伊，俄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阿门。耶和华你是好，你的慈爱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主啊，为着这个世代，阮的厝边以及阮当时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要有健康平静的心，
是一项无简单的事，因为今仔这个世间人，阮所啉的杯，常常是这个世间的杯，哪啉也哪喙焦。伫今仔日这个时代，伊的速度已经超出阮会通控制甲安静的速度。主求你怜悯帮赞，享受平静的诗歌，享受运行伫人内心医治的圣神。主帮赞阮伫这个时代，需要你所享受平安的人，伫这个祈祷的中间，主你进入因，互阮拢得到平静。伫今仔永暗享受阮好困安眠。主也求主你填满阮生命的杯，伫阮要困之前，主你阮享受一个会当互阮安静清气的心，互阮带着一安静甲清气，进入梦中，甲主你相见面。主互今仔永暗这段时间，是人定心得到安静、调整，亲近你神圣的时刻。听阮的诗歌，听阮的心声，嘛听阮的祈祷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基督的是一时刻好，我心带你上情欢乐。
我的心并无烦恼，真是人的祈祷，临终归倒，他拢好。是一时脚好，我心断意俗情烦恼，可通就滚天白面将，将心所爱祈祷。我的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后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我聆听后听你的声。目遮我心所听，放我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。放洒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指引伫这。我的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我聆听后听你的声，我心安静，伫你。我聆听后听你的声，我目遮我心所听，放我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放洒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指引伫这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牵我，永远放洒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指引伫这。上帝，你是
照伴，我的英雄我梦中变行。手天天看我，你的弯路放闪我，有我英雄，我的记忆家。有我英雄，我的记忆家。有我英雄，我的记忆家。心仰望你，主我心听候你。主啊，我恳求你，听我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你命我个回应我。你对我好，追求你的脸。主啊，我追求你。听我祈祷，主啊，恳求你，你命我个回应我。你对我讲，追求你的名，主啊，我追求你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
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。听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我祈主啊，听阮祈祷，求你怜悯阮。听我祈祷，主啊，我求你怜悯我，都会仰望。你对我好，追求你的美，主啊，我追求你。听我祈祷，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，搁做仰望。你对我讲，追求你的美，主啊，我追求你。听我祈祷，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，搁做仰望。你对我讲，追求你的美，主啊，我会追求你。全然交托你，主啊，将我的心全然向你拍开，主求你怜悯帮助我，听我心欢喜，心快乐，肉体安然徛起。求主你全然保守，互阮身心灵拢健康。
主保守我的心，照顾我的家庭，照顾我的囡仔，照顾我的许大人。主求你照顾你的教会，也保守失去亲人的家庭。全能上帝。愿伫天日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一世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互阮入伫试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们。亲爱的姊妹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